2025年4月10日，希望的朝聖者。天主，我們全心仰賴你，求你俯聽我們的呼求，洗淨我們的罪污，使我們度聖善的生活，以承受你許諾的幸福。因你的聖子，我們的主耶穌基督，他和你及聖神，是唯一天主，永生永王。亞孟。創世紀17章3至9節。我與你立的約，看哪，這就是我與你立的約，你要成為多國的父。從今以後，你的名字不再叫亞伯蘭，要叫亞伯拉罕，因為我已經立你作多國之父。我必使你生養極其繁多，國度要從你而立，君王要從你而出。我要與你，以及你世世代代的後裔堅立我的約，成為永遠的約，是要作你和你後裔的上帝。我要把你現在寄居的地，就是迦南全地，賜給你和你的後裔永遠為業，我也必作他們的上帝。上帝又對亞伯拉罕說：你和你的後裔一定要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約。亞伯拉罕，從尊貴之父到多國之父，原名亞伯蘭，意為高貴的父親。神賜新名亞伯拉罕 Abraham， 意為多國之父，象徵他的呼召與身份被擴大。神賜名也賜命。亞伯拉罕的名字不僅記錄他的呼召，也預言他的命定。上帝的永約。神不只與亞伯拉罕立約，也與他世世代代的後裔立約，稱之為永遠的約。約的內容包含亞伯拉罕成為多國之父，國度與君王將從他而出，神賜下迦南地為業，神自己成為他和後裔的神。這是救恩歷史的起點，從以色列開始，最終延伸到萬國萬民，藉着耶穌基督成就並延續。約的雙向性，神的信實與人的回應。神主動立約，應許祝福，人要回應與信服。你和你的後裔一定要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約。神學與應用。你是否知道神也揀選了你？彼得前書說：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，君尊的祭司，聖潔的國度。我們如今也是亞伯拉罕信心的後裔，承受同樣的約與使命。彼得前書2章9節。你的身份是否被神更新？神更新亞伯拉罕的名字，也更新他的命定。你是否願意讓神重新定義你的生命與呼召？不再只是某人的孩子，社會上的一份子，而是國度的器皿，應許的承受者。你是否在遵守與神的約？與神的關係不是一時的情感，而是一生的盟約，需要我們在生活中回應、信服、信靠、敬拜、傳承。詩篇105篇4至9節。上帝和他的子民，要尋求耶和華與他的能力，時常尋求他的面。他僕人亞伯拉罕的後裔，他所揀選雅各的子孫那，要紀念他奇妙的作為和他的奇事，並他口中的判語。他是耶和華，我們的上帝，全地都有他的判斷。他紀念他的約，直到永遠；紀念他吩咐的話，直到千代。
就是與亞伯拉罕所立的約，向以撒所起的誓。約翰福音8章51至59節，耶穌在亞伯拉罕之先，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，人若遵守我的道，就永遠不經歷死亡。於是猶太人對他說：現在我們知道你是被鬼附了。亞伯拉罕死了，眾先知也死了，你還說，人若遵守我的道，就永遠不經歷死亡。難道你比我們的祖宗亞伯拉罕還大嗎？他死了，眾先知也死了，你把自己當作什麼人呢？耶穌回答：我若榮耀自己，我的榮耀就算不了什麼。榮耀我的是我的父，就是你們所說的你們的上帝。你們不認識他，我卻認識他。我若說不認識他，我就是說謊的，像你們一樣。但我認識他，也遵守他的道。你們的祖宗亞伯拉罕歡歡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，他看見了，就快樂。猶太人就對他說：你還沒有50歲，難道見過亞伯拉罕嗎？耶穌對他們說：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，還沒有亞伯拉罕，我就存在了。於是他們拿石頭要打他，耶穌卻躲開，走出了聖殿。永恆生命的應許，人若遵守我的道，就永遠不經歷死亡。耶穌在這裏所說的死亡，不是指肉體的死亡，而是靈性上的永死。他應許，那些信他、遵行他的道的人，雖然肉體會死，但在靈裏將與神同活，永遠不滅。這是對永生的清楚宣告，也對人的信心提出挑戰。你相信他的話語真能帶來永恆的生命嗎？耶穌的神聖啟示：我是自有永有的，還沒有亞伯拉罕，我就存在了。這一句話讓人震驚，因為耶穌不只是說我早就存在，而是用了類似於出埃及記中上帝對摩西所說的我是 I am 的句式。他這麼說，是在明確地宣告，他與天父同為永恆的神。這也是為什麼猶太人立刻拿起石頭要打他，因為他們認為他犯了僭越神的褻瀆罪。但他說的是真理。信心與認識神的差距。耶穌指出，這些猶太人口中說認識神，實際上卻拒絕神的兒子。這顯示出他們信仰只是表面，缺乏真正的認識與信服。神學與應用。你相信永遠不死的應許嗎？有時我們信主多年，但內心仍懼怕死亡，仍找緊地上的事物。主的話提醒我們，永恆的生命已經賜給我們，現在就可以活出不受死亡轄制的生命。你是否願意信服基督的道，遵守他的道？不只是聽道或讀經，而是每日選擇活出他的教導與真理。耶穌的道是帶來自由、生命與盼望的道路。你是否認識那位從亙古就存在的主？有時我們對神的認識只停留在理性。耶穌挑戰我們：你是否真的與這位神有關係？是否真正認識他的心意？讓我們同心禱告。親愛的天父，感謝你願意與人立約，並且揀選亞伯拉罕成為多國之父。
我們相信，這個約不是過去歷史的記載，而是今日仍對我們有意義的呼召。主啊，我們願回應你對我們的揀選，求你改變我們，更新我們，像改變亞伯蘭成為亞伯拉罕一樣，讓我們不再只是按自己的期待活着，而是活出你為我們預備的命定。當我們感到疑惑、困難時，提醒我們你的話是真實的，你的應許是永不落空的。願我們的心單單信靠你，因為你已為我們勝過死亡，使我們在你裏面得着永恆的生命，幫助我們世世代代遵守你的約，將信仰傳承，成為祝福的管道，榮耀你的名。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禱告，阿門。